歡迎大家嚟到聖淘沙名勝世界，你哋好啊！我係今日嘅節目主持人之一林曉峰，喺我旁邊嘅係嘉賓主持鄭伊健。行過主持陳曉春。哦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唔知道咧喺攝影機旁邊嘅你有啲咩想問我哋咧？問咧？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！咁啊，所以咧都要問下喺我旁邊嘅行過主持陳小春啦。咁你覺得電影啊，抑或係電視劇咁樣咧？電視劇就唔好玩啲電視劇啦，電視劇拍第啲啦。咁啊最好係咩咧？喺 stage 入邊表演咯，嘅演唱會咯。咁你啱啱11月嘅時候已經喺香港咧舉辦咗一個咧就歲月友情演唱會嘅。咁嚟緊嘅2014咧，我哋都係朝住呢個 tour 去做嘅，係啊。14年就我自己嘅主要就除咗做譬如話我自己啲主持工作之外咧，就我諗我會擺好多個心機嘅時間啊，我都會希望同我哋啲兄弟咧，大家一齊開演唱會，呢個最主要嘅，因為過去嗰個感覺好好啊。咁同埋當我哋開完演唱會嘅時候，有好多其實差唔多華人嘅地方，佢哋都有呢個要求。咁我覺得既然有人要求嘅，我哋可以提供到嘅，又令到大家開心嘅，咁何樂而不為呢？咁仲要可以大家一齊可以去好多個地方咁，呢個好難得嘅機會咯。電影嗰度就係咯，都會嘅。過年之後有部電影上啦，咁但係就同陳慧琳同埋梁家輝嘅，但係就個名就未定嘅。咁而家我就拍緊鄭丹瑞呢套戲嘅，亦都係出年咁樣。咁另外2014年我就希望我哋嘅演唱會繼續啦，去唔同嘅地方啦。咁亦都希望，我其實都有諗嘅呢幾日係咪 part 2咧，定係還是再諗過啲新嘢做咧？咁但係當然咧問過幾個兄弟先。開 part 2開 part 3啫。係啊，唔係要做過唔係 part 2。咁嚟新加坡啦，咁我其實我有一次嚟新加坡最開心就係我除咗做嘢之後我留低咗，咁我就周圍去玩啦。咁我好開心就係因為咧有啲地方食嘢唔使錢嘅，真係㗎咁樣。即係佢哋喂我送你請你食，其實我唔係貪心嘢，我覺得嗰份感覺，因為我哋香港其實唔係冇呢樣嘢，不過香港咧即係好多規劃嘅嘢，或者政府可能即係嗰啲租嗰啲控制可能會急劇咁上升，咁所以好多嘢咧就唔收錢唔得，要賺錢咯。但係呢度可能就比較穩定啲，咁所以可能時食嘢就哇我請你食，我好開心嗰份即係嗰份笑容同埋嗰份熱情啦。希望下次唔係淨係嚟做嘢啦，希望再嚟聖淘沙玩啦，或者去出邊市區兜個圈啦。新加坡咧就近年我哋好多時候都會過嚟，咁啊過嚟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好近似香港，咁就比香港更加優勢嘅咧，就係因為佢好多一啲譬如 resort 啊，一啲可以去即係一家人去玩嘅啲地方，即係好似喺呢一度聖淘沙咁樣，咁變咗咧就呢個好適合我哋又講華語啦最緊要，咁你可以喺香港哇做完嘢之後過嚟呢度，又可以有食有玩，咁又講到你自己嘅語言嘅時候，咁呢個地方係好好嘅一個地方咯。咁所以近年會多咗同屋企人過嚟咯。新加坡我以前嚟過呢度拍過3個月㗎，拍電視劇，你都拍過3個月嘅電視劇，咁所以對新加坡都有少少嘅熟。但係今次翻嚟咧就完全變晒嘅，成個新加坡唔同晒嘅，所以我覺得係好犀利嘅新加坡啊！短嘅10年8載，冇10年8載，3、5、7年嘅，都冇3、5、7年，3、5年嘅，3年嘅變到咁樣，你真係啊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鄭伊健，林曉峰、陳小春，我們正在聖淘沙名勝世界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幸福永遠。